台湾学生体重相当，佮有大考的盛行率是亚洲的头名。国民健康署上新的统计显示讲，虽然比例去年有淡薄降低，也毋过即马4个学生都有一个上过重。有些医科的医师嘛讲细汉大考毋是大考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囡仔时代上过肥肉是会增加未来糖尿病佮有三高的风险。各大学生过重和大考率是亚洲的冠军，比作潜在健康的问题。临床小儿科医师就观察到，有体重过重的10几岁的小白人已经得到糖尿病啊。有些10几岁，他因为体重过重了，就产生高血糖、糖尿病的都有呢。我碰过小孩子就开始在吃那个糖尿病的药了。国健署上新的资料显示讲，伫4个小学生内面，都有一个体重过重，高中生的比例是较悬，超过3成。虽然讲盛行率和去年比是小可降，不过占比嘛是偏悬。国健署提醒讲，歹的生活习惯是造成过重和大考的原因之一。提醒家长袂当阁有细汉大考，毋是大考的迷思。除了爱营养均衡、减少含糖的饮料和加工食品以外，规律的运动嘛是一定爱的。建议学童每天累积60分钟的中度身体活动哦，那每周希望累积能够达到420分钟。那借由这个规律的运动的维持，能够来促进儿童的一个健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可以在家里煮到1到2餐。在选择上的话，可能就是以原态食物为佳。民间团体嘛呼吁讲，最近几年营养中倒顿为着要配合学生的胃口，而且是以品检量做导向，有当时会出现肉伤多、菜伤少的状况。学校嘛应该严加把关，以均衡的饮食做中餐第一重要的原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